朱茵係唔少港人心目中嘅男神，想野生捕獲佢，首先你要明白佢同大部分肥人共通嘅特性，引到佢注意。要知道朱茵嘅熱情，令佢嘅身體好似火爐咁，無時無刻需要凍飲嚟降溫。而便利店嘅凍飲好多時會有雪唔切嘅情況出現嘅噃。當你見到手握熱飲嘅朱茵，你只要將2匙食鹽放入一盆冰水，再將飲品放入去20秒，飲品即時急凍。到時朱茵無以為報，就會甘願俾你捕捉噶啦。鹹嘅，不過記得抹乾淨個杯先俾佢飲。夏天為大地帶嚟可愛嘅美少女，但係絕對吸引唔到重視事業心嘅朱茵。只有身穿最散熱嘅布料絲質，加上最防曬嘅顏色紅色，配搭避免紫外線嘅鬆身衫，先至可以好瀟灑咁引到朱茵愛上你。一陣間搭完港鐵，應該點樣行去 Elements 好咧？小姐啊，吓？個 app 話咧去 Elements 行 C1 或者 D1 出口就最快，順路不如一齊行啊！夏天大家冇辦法避免會露出小肚腩，想修身，只要每朝飲一杯淡鹽水，就可以補充水分同電解質，幫大家消暑又瘦身。然後開 MTR Mobile 揾第一班車嘅時間，每朝偶遇啱啱放工嘅朱茵，自然會引到佢啦。朱茵身邊嘅狂蜂浪蝶眾多，如果你想擊退強敵，唔使用劍嘅。哇，好大一蚊啊！只要着住淺色嘅衣物，就可以喺夏天避免蚊蟲埋身啦。炎炎夏日，朱茵同大部分少女一樣，都會紮起一把秀髮。不過橡筋經常會帶嚟尷尬時刻。其實只要將橡筋放入雪櫃雪凍，就可以令橡筋更加能屈能伸噶啦。應該得你一個最了解我啊！我已經留意咗你好耐噶啦。而家港鐵延誤，不如我哋一齊食早餐啦。咁你都知，唔通你真係仙女下凡？只要下載咗 MTR Mobile，港鐵無論發放咩車務最新消息，都可以即時知㗎。